杜先生。青竹生南方，丹枫长北地。哎呀，好骚气的一个名字啊！雷珊珊，你说我该怎么打电话跟他联系啊？电话号码不都给你了吗？照着数字拨出去，不就联系上了吗？怎么打電話？步驟我還用你教啊？那勾引男人的步驟我也教不了你。你知道嗎 ，baby， 你得為咱們的下一代考慮考慮。別碰我啊！我又不是麥克。能不能別在我暢想我美好未來的時候總跟我提麥克，煩死了！我現在只需要你告訴我，怎麼樣逼戚明風乖乖就範。只有少數的女人得到的是老天爺賜給他們的翅膀，而大多數女人得到的都是一對帶有護翼的衛生巾。戚明風又不是我們馬場的種馬，不能逮一畝的就幹吧。哎呦，說的還挺有道理的呀。不過好的品種就應該多多益善，造福我們全人類嘛，對不對？好聰明啊！好吧，那就辛苦你了，你好好的交配吧，好好造福全人類啊！哎，你真當是我這給馬配種的我？他那 DNA 適不適合我還不一定。那你說我到底怎麼考驗他呀？哎呀，董小姐，麥克貌似還沒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字吧 ？Baby， 過去的悲傷以及未來的憂愁都與我無關，只有當下的幸福才是最最重要的。男人都是用下半身來思考的，我為什麼就不能用我的子宮來思考呢？離婚協議書我簽字了就行，他簽不簽字跟我有毛關係？好吧，你高興就行。喂，戚明風嗎？啊，你好，我是那天借你西裝外套的那位小姐。你明天有時間嗎？我想約你一起吃個飯。這還演習上了？啊，好啊，那明天見，拜拜。真打啦？啊，我早說過了，我要跟他真刀真槍的實幹。我都還沒給你支招呢。就你那小魚等一涼的智商，等你給我支招，我孩子都會打掉的。那你剛才什麼意思啊？啊，故意惡心我呀？還問我怎麼跟他聯繫，假惺惺的。baby， 不過你倒是可以幫我支招，看怎麼考驗一個人的智商。你還沒完沒了的挖苦我是不是啊？我承認我智商低啊，怎麼樣勾搭男人才是最考驗智商的？這個回答你滿意吧 ？baby， 我是想要考驗考驗戚明風的智商，看他有沒有資格當我孩子的爸爸。門薩俱樂部的測試題，你看怎麼樣？門薩俱樂部是哪個馬場的？我中午有重要的約會，你怎麼把我一早鬧兩給我調成10點了？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完了！神經病啊你啊！我昨天為你賣命到半夜，我今天又不上班又不約會，你吵什麼呀？你好，歡迎光臨。
啊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有啊，美女生应该不会迟到。啊，我正式介紹一下我自己吧，我叫冬眠，不是冬天要睡覺的冬眠，而是冬天也要纏綿的綿。你好，冬眠小姐，我叫戚明峰。嗨，戚明峰。啊，那天真是謝謝你啊。为美女效劳，那是我的榮幸。啊，你女朋友挺漂亮的。只是女性朋友。啊，冬眠小姐也很漂亮啊，像冬眠小姐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人，现在可不多見了。啊，戚先生過獎了，美貌嘛，可能有那麼一點點，但是這個智慧就真是不敢當了。啊，我剛好還有幾個問題想要向戚先生請教呢。是嗎？說來聽聽。博士，給我們家閃閃09補點鈣。他不缺鈣。我們家閃閃079最近訓練的時候老是心不在焉的，你快給看看到底怎麼回事。世間萬物皆有靈性，你老問我他怎麼了？你跟他朝夕相處，你應該比我了解他呀！啊？嘿，我又不是獸醫。啊，對，你是不是獸醫？而且他也不會說話，不能告訴你他怎麼了。但是我告訴你，別老怪別人心不在焉的。你先問問你自己，先問問你自己幹什麼了？我怎麼了？你怎麼了？我告訴你，雷閃閃，自己注意點。哎，你這說誰呢？有病吧你？你那出水芙蓉演得不錯呀，啊，都快趕上芙蓉姐姐了。文賽俱樂部是測試智力的國際組織，在這個組織裡邊都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。啊，你知道嗎？我一直都特別糾結，因為好多人都把我當成花瓶了，所以我就特別想要加入這個組織，這樣就可以證明我很有內涵了。但是其實我真的有很多都不會耶。說來聽聽。啊，找到了。第一道題啊，一個經理呢有3個女兒，3個女兒的年齡加起來等於13，那他們的年齡乘起來呢等於經理自己的年齡。有一個下屬知道